大家好，呢度係位於廣州麓湖嘅廣州人民藝術中心。喺3月17號，廣州人民藝術中心有一個新嘅展覽開幕，佢個名叫做復興路上的廣州文藝。我哋老大講過，近現代中國進步嘅大門喺廣州打開。中國古代史嘅發源地係喺北方，而近代史嘅起源係喺廣州。廣州係中國最早接觸西方文化同埋革命思想嘅城市，好似油畫，中國油畫之父就係廣東鶴山人李鐵夫。呢位咁有型嘅係1925年廣州街頭嘅女攝影師。廣州係中國攝影嘅發祥地，中國影相機之父喺廣州，中國第一家影相館喺廣州嘅13行，中國第一個攝影工會同埋第一本攝影雜誌都係喺廣州產生。喺中國電影史上，廣州就更加多第一啦。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，第一部默劇，中國第一位女演員，中國紀錄片之父黎文偉，電影明星阮玲玉、蝴蝶等等，佢哋都係廣東人，佢哋為中國嘅電影史譜寫咗傳奇。我哋喺中山紀念堂睇到孫中山先生提嘅天下為公呢4個字，就係為咗褒獎電影人黎文偉所作出嘅貢獻。蝦球傳，你當年睇過未呢？相信年紀偏大嘅廣州人以前都睇過嘅，比如話歐陽山、三家巷都係我哋廣州人好熟悉嘅知名作家。依家我再往後睇呢啲雜誌呢，我當年讀書嗰時好細個都睇過嘅，比如話廣州文藝呢啲封面都係似曾相識，係好眼熟嘅。我以前係一定睇過呢一種雜誌嘅。仲有呢本《羊城銀幕》，睇下呢個係廬山戀嘅章魚，應該以前都睇過嘅，因為以前我哋可以睇嘅嘢唔多嘛，到手就係呢幾本雜誌噶啦。呢啲雜誌、呢啲書、呢啲電影，可以講係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嘅人所有嘅精神食糧嚟噶啦。山鄉風雲也抹下雨燈，雖然我唔記得內容，但係名我仲記得嘅。依家你翻翻轉頭諗下，以前我哋可能淨係睇書，但係實質上我哋廣州嘅呢啲文藝嘅發展，佢記錄嘅就係中國改革開放嘅一個歷程、一個過程嚟嘅。我不想說呢首歌，我相信你都識唱。而愛來木呢部劇寫嘅就係我哋廣州啱開始改革開放嗰時。再睇下呢度上邊寫住係東方賓館音樂廳，你當年有冇去過音樂茶座聽歌？我哋廣州嗰時有好多嘅音樂茶座嘅歌星，亦都係紅遍全國嘅。呢啲古董錄音帶你仲有冇保留啊？我就冇啦，我真係劈晒啦。但係諗下以前我哋讀書嗰時聽錄音帶真係幾瘋狂啊，仲要專門去錄歌。而當時全中國係興起聽粵語歌，仲有好多外省朋友咧係因為聽粵語歌而學識咗粵語嘅。有一句話係有華人嘅地方就有粵劇，可見以前粵劇嘅地位係有幾高。呢位係國寶級嘅粵劇藝術家紅線女，因為我爸爸係一個超級粵劇迷，所以我從細係聽粵劇同埋睇粵劇長大嘅。我屋企所有嘅錄像帶、錄音帶全部都係粵劇。呢個係魯迅同許廣平嘅雕塑，因為許廣平係廣州人，所以魯迅亦都喺廣州生活過一段時間，佢對中國嘅文壇產生巨大嘅影響。我哋廣州嘅地理位置特殊，所以我哋係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同埋革命思想影響嘅。喺清朝嘅時候，廣州嘅13行就係整個清朝唯一對西方貿易嘅港口。文化巨匠茅盾南下廣州，當時全中國最有先進思想嘅人物都嚟到廣州，所以嗰時廣州嘅文藝係全中國嘅排頭兵。呢一個橫幅為革命者來嘅對聯係喺黃埔軍校，而呢一幅呢係廣州解放嗰時懸掛喺愛群大廈高30米嘅巨型毛主席畫像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。曾經有朋友同我講過，通過睇紫檀視角嘅視頻，我感覺到你作為一個廣州人強烈嘅自豪感。我話係啊，我拍攝廣州有3年幾嘅時間，從廣州嘅歷史、文化、建築、生活多方面去了解，從而更加熱愛廣州呢一座城市，更加為自己係廣州人而自豪。因為更加了解廣州，從而更加熱愛廣州，可以講係呢3年幾我拍攝廣州視頻最大嘅收穫。我係廣州市文旅10佳達人，我亦都希望所有嘅朋友可以通過我個鏡頭更加了解廣州。我覺得一個人要熱愛自己居住嘅城市，先會產生幸福感。呢度係廣州人民藝術中心，得閒過嚟睇復興路上的廣州文藝。多謝你點讚，拜拜。